安穩，好似乜都唔對路嘅一年。但係 unfortunately 咧，2026年咧係唔會突然好返嘅，而係會延續甚至加劇呢一種唔穩定嘅感覺。不過呢度唔係講你好唔好彩，亦都唔係講世界末日，而係我哋正式進入咗一個新時代嘅運作模式。之前嗰條 YouTube 片咧，我都有提過啦。呢一個新時代咧，唔係影響一兩個星座，而係12星座都會影響，所以全世界都走唔甩。如果用一個現代啲嘅比喻啦，就好似我哋用緊嘅系統換 upgrade 咁樣，舊有嘅模式、舊有嘅制度，以前行得通嘅方法咧，而家已經 support 唔到呢個世界。而你覺得唔安穩、追唔上，或者成日覺得慢半拍咧，唔一定係你嘅問題，而係呢個世界嘅底層邏輯已經轉緊。而推動呢一個改變嘅，當然唔係一粒快嘅行星，而係幾粒行得好慢，但係一喐就影響十幾廿年嘅行星。而第一粒亦都係最核心嗰粒，就係冥王星進入咗水瓶座。其實冥王星水瓶座唔係2026年先至出現㗎。如果你有留意咧，喺過去3-4年，你已經見到一啲好明顯嘅變化，例如一啲傳統嘅經濟體系逐漸瓦解啦，銀行業、地產業一啲好典型、好屬土嘅行業開始頂得好辛苦，慢慢瓦解。同一時間啦 ，AI 盛行，所有嘢都變 virtual bank 啦、虛擬貨幣呢啲，而家基本上大家嘅接受能力咧已經好高，同埋非常之普及。而家調翻轉啊，係啲金融機構成日唔俾你買虛擬貨幣添，因為以前係你驚，而家係佢哋驚。嗱，呢一個現象本身咧，其實已經好水瓶座、好冥王星㗎啦。舊制度想控制，但係新世界已經係另一邊跑緊。不過我想提醒有好重要嘅嘢啦，其實之前冥王星咧喺山羊座同埋水瓶座之間咧來來回回走咗一段時間，大約係2-3年左右。直到2025年啊，佢先至正式完全進入水瓶座。但係正式進入咧，其實只係一個初始階段。而冥王星嘅初始階段咧，通常都係最唔穩定嗰段時間嚟。所以啊，就算我之前有條片講過某一啲星座喺呢個年代會比較旺咧，其實你都唔好坐定粒六，因為嗰個 system 其實仲未穩定落嚟。通常咧要等多2-3年嘅時間，大家慢慢適應咗新規則。嗰個狀態咧先會好少少，所以如果你而家覺得，咦，你嘅努力好似冇以前咁有保障啦，制度成日變，以前信嘅嘢而家開始唔 work， 你唔係失敗，而係你正正處於一個舊世界崩解、新世界但係未成形嘅一個中間位。而水瓶座本身就同傳統階級中央集權好唔對路相反嘅星座，佢係追求 decentralization。新制度、科技同埋集體意識，但係同時咧，水瓶座亦都好理性、抽離，甚至有啲冷冰冰嘅感覺。所以你會發現咧，呢個時代咧效率同埋系統係好重要，但係人本身反而咧好似越嚟越容易被忽略。而呢一個只係新時代嘅第一個 step 嚟，後面仲有2粒星會將呢個世界推得更快、更急，亦都更加難去停低。另一個喺2026年非常關鍵，亦都會令好多人感受好深嘅轉變，就係土星同海王星咧一齊進入白羊座。喺緊白羊座之前咧，我想大家回一回頭睇下，其實喺之前嗰幾年咧，土星同海王星都係喺雙魚座。咁雙魚座象徵啲咩呢？就係虛無縹緲啦、夢想、大愛同埋心靈層面。所以你會發現咧，近呢幾年多咗好多人講身心靈啊、療愈啊、顯化啊、宇宙信息咁樣。呢啲唔係突然之間興嘅，都係土星同海王星呢啲雙魚座嘅產物。特別係土星，因為本身咧土星係一粒好現實、好傳統，亦都好講責任同限制嘅行星。咁佢落喺雙魚座咧，就好似變成嘗試將一啲好虛浮嘅嘢落地。例如啦，將慈悲變成制度，將療愈變成一套可行嘅方法，將信念變成一套可以跟嘅系統。但係同時間啊，土星喺雙魚座咧，亦都會帶嚟另一面，令到好多人覺得，咦，呢個世界好似冇乜愛啦，冇乜理解，身心靈好似唔夠滋養咁樣，所以就更加渴求呢啲嘢。嗱，不過個問題係咧，雙魚座始終都係一個欠缺行動力同埋實際力嘅星座，好多時都係停留喺感覺我應該要點，唔係真係做或者未必做到。嗱，而家咧重點嚟啦。當土星同海王星一齊進入呢一個行動力十足、直覺好強嘅白羊座，個轉變就好明顯。
簡單講一句啦，而家係將虛無縹緲嘅夢想逼你落實嘅時代，你唔可以淨係得個諗字噶啦，你要做。但係要做咧，就一定要面對現實，而呢一個現實咧，就係土星帶嚟嘅壓力、限制同埋責任。所以咧，有一啲人會覺得好辛苦，有啲好似覺得喐一喐就撞板。點解我一直想實行，但係咁多阻力嘅咧？有啲人會將呢一股力量理解成為卻步。唔得，算啦，不如唔搞啦咁樣。但係我覺得我哋呢個世界從來都唔可能只有夢想而冇現實嘅。你有夢想，但係唔落地係冇用嘅。所以如果你而家已經有一啲夢想啦、方向、計劃，其實呢一段時間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俾你試下落實。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土星同海王星嘅組合咧，唔會持續好耐嘅啫。最好嘅時間其實係由今年年中開始，大約1年左右。當土星慢慢離開海王星，嗰種又好想做但係好亂嘅能量咧就會細啲噶啦。所以咧你就係唔好拖。但喺同一時間咧，白羊座都係一個好自我嘅星座嚟嘅，即係話而家好多嘢落實同埋執行都係為咗自己。大愛啊、和平啊、顧全大局呢啲咧就欠奉噶啦。所以你會見到咧，國家為自己嘅利益行動啦，企業為咗自己生存搏進，甚至有機會因為呢種能量咧而引發衝突同埋戰爭嘅。再加上啦，土星係白羊座，其實係一個弱勢嘅位置，即係話咧佢對現實嘅恐懼咧好容易失控。好多人會覺得佢要快，佢要贏，但係其實內心係好驚嘅，所以就會出現一啲情況，就係盲目爭取啦。缺乏同理心，亦都唔太理解其他人。我唔鼓勵大家去競爭或者打仗，但係我要提醒一啲好實際嘅嘢。第一，你一定要認清楚你真正想達到嘅係乜嘢。我唔係講緊我要揾幾多錢，做咩工種，升到係咩位置，而係其實你內心真正需要嘅係乜嘢？係自由、安全感、俾人肯定、穩定嘅生活。認清楚之後咧，你再睇下你嘅現實有乜嘢方法可以接近呢一個需要，先至去落實。呢個就係白羊座用得好嘅方法。第二啦，呢一個組合咧，其實都好容易因為恐懼啦，或者覺得自己能力不足而迷失方向，甚至作出犧牲。例如，好多人會覺得我冇能力慢慢嚟，或者佢哋一定要揾快錢，結果咧就好容易跌入騙案啦、投機陷阱或者俾人利用。所以咧，你嘅夢想一定要加現實一齊去睇。如果唔係咁咧，就好容易行錯路啦、蕩失路啦，甚至俾人呃。而呢一股能量咧，其實唔係要你變得好 aggressive， 而係要你好清醒咁樣去行動。最後一粒要講，但係絕對唔可以忽略嘅行星就係天王星，佢會喺年頭由金牛座進入雙子座。其實天王星咧喺過去嗰幾年咧，已經不斷針對傳統同埋金融機構作出刺激同埋改革。而佢完全離開金牛座之前，喺金牛座嘅尾巴，佢都會再進一步改革，甚至瓦解一啲舊有嘅傳統產業，例如農業啦、金融啦、房產啦，呢啲都係好典型好金牛座嘅範疇。換句話講，啲舊嘢唔會慢慢退場，係會震多一鑊先走。跟住天王星咧就正式進入雙子座啦。咁雙子座象徵啲咩咧？就係溝通、思考、學習、人與人之間嘅關係、科技、教育等等。而天王星咧本身係一粒象徵改革、創新、刺激或者鼓勵唔到嘅行星。當兩樣嘢一齊結合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講 ，AI 同科技相關嘅產業喺嚟緊7至8年咧，一定會有進一步嘅爆發。至於係點樣爆發呢？嗱，老實講啦，我做咗10幾年 IT consultancy， 我可以好坦白咁講一句，我估唔到，因為科技發展咧，從來都唔係 linear， 唔係一條線咁樣。我哋所謂估趨勢咧，通常都係已經爆咗一樣全新嘅嘢出嚟，跟住再觀察嗰樣嘢，睇下市場點樣去反應。即係話咧，由冇變有嗰一刻咧，我哋其實係睇唔到嘅。而我相信啦，嚟緊大家嘅溝通模式咧，好大機會會因為科技而大幅度嘅改變。雙子座本身係風象星座，風本身就係虛無縹緲，所以虛擬世界咧只係越嚟越盛行嘅。
可能你有啲親戚朋友喺外國，分分鐘啊，將來唔單止可以見到睇到，甚至喺虛擬世界入邊可以真係摸到，企喺你面前咁樣。你唔好以為咁樣就係雙子座代表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同埋連結會變得好深。其實雙子座重視只係連結啫，佢未必有好多情感嘅交流。所以你可以話咧，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有機會變得越嚟越片面，因為雙子座出名嘅就係多，但係淺。而且雙子座仲有一個好經典嘅形容，就係佢有兩條友，佢本身已經夠多變、夠跳躍、夠靈活。再加上天王星呢一粒咁刺激啦、咁估唔到嘅行星，你可以想象呢個世界嘅資訊流、節奏同埋轉向，只會更加黐線，更加估你唔到。嗱，今日啱嘅嘢咧，聽日已經可能覺得唔啱，所以你以為好穩陣嘅方向，轉個頭又可以變晒樣。所以天王星雙子座嘅年代咧，係考驗你嘅適應力同埋思考彈性，會比你揸緊一個答案重要得多。講到呢度，可能你已經發現咗冥王星水瓶座、土星同海王星白羊座，再加埋天王星雙子座咧，呢幾粒行星喺星盤上面慢慢連成咗一條線同埋一個三角形。而呢幾粒外行星連線嘅現象咧，唔係講緊佢喺天空成一直線啊，呢樣嘢咧其實係幾百年先見到一次嘅格局嘅。佢帶嚟嘅唔係一年半載嘅運勢，而係一個好長遠、好深層嘅時代趨勢。咁對於我哋呢啲平民嚟講啊，有咩係要需要注意嘅咧？第一咧就係信息嘅可靠性。而家騙案已經好多啦 ，AI 又多，真偽啦、假新聞啦，網上見到嘅嘢咧，其實已經好難分真假，而嚟緊只係更加嚴重。再加上呢個時代咧，本身已經缺乏土同埋水，即係缺乏一啲穩重、落地、實在嘅元素。所以成個世界咧，只係越嚟越虛無縹緲，越嚟越唔實在。你要學識做一件事，就係唔好咁快相信，亦都唔好咁快跟風。第二樣啦，就係事情嘅發展速度同埋可能性係會快到你估唔到。我一直都主張人一定要有目標去落地實行，但係喺呢個時代咧，我唔建議你將個目標定得太過單一，因為個世界變得太快。今日要為你唯一可行嘅方向咧，其實半年後可能已經唔存在。所以比起你死守一條路咧，保持你嘅彈性啦，不停吸收新資訊啦，先至係王道。第三樣啦，固定星座即係金牛座、獅子座、天蠍座同埋水瓶座嘅朋友要留意啦。固定星座咧，一般比較習慣自己嘅模式，唔係咁容易變嘅。所以喺呢個時代咧，你會覺得特別頂唔順，會覺得好辛苦啦，好抗拒。但係時代嘅趨勢其實冇得揀嘅，要生存唔被淘汰，就真係要慢慢學識跟住個節奏行。第四樣啦，之前條片我都有提過，火象同風象星座咧，喺呢個時代會比較被需要，因為你哋嘅生存模式會比較貼近呢一個世代。但係同一時間，風火亦都係你哋最大嘅弱點。太虛浮啦，太快啦，太衝動，太紙上談兵，都唔會係一件好事。你哋要記住，土星嘅現實仍然必須要面對嘅。第五樣啦，土象同埋水象嘅朋友會比較難適應，因為你哋係偏陰性嘅星座，比較被動。而呢一個年代咧，偏偏係陽性能量盛行，你會覺得自己好似追唔上節奏啦，好多嘢未諗清楚就要做。但係如果你太猶豫、太被動，缺乏實際嘅行動力同埋彈性嘅話咧，其實真係會好吃力嘅。有一個好實際嘅方法，就係多啲同屬火、屬風嘅人交流或者合作。如果做生意或者合作咧，就揾呢啲類型嘅拍檔，對你嚟講會好有幫助㗎。最後，我想補充一樣好重要嘅嘢，我哋頭先講嘅星座咧，唔係淨係講太陽星座㗎。太陽星座係咩呢？佢即係你出世日期對應嗰個星座，係唔需要你年份同埋出生時間都可以知嘅。例如你話1月3號出世，你就係山羊座；6月2號出世，你就係雙子座。呢一個咧就係太陽星座，佢只係你整個性格同運作方式嘅一小部分啫。如果你想一個好概括嘅理解，你可以上網查下自己嘅星盤，簡單睇一睇你太陽啦、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同土星，做一個元素嘅統計。你唔需要好專業嘅，但係你大約都可以知道
自己偏係火啦、風啦，定係偏土，定係偏水。如果你哋都係唔 sure 點樣計嘅話咧，我哋 Patreon 上面會有個免費嘅 post， 咁你 join 咗免費會員咧，上面就有教噶啦。咁你可以去呢條片嘅 description 揾呢個 link 都得嘅。嗱，當然咧，呢個其實唔係最正統、最精準嘅做法。有需要嘅話咧，其實都係揾翻我哋呢啲占星師會清楚啲嘅。但係至少你會知道自己傾向邊一類型，做嘢嘅方向就唔會完全亂晒。嗱，最後一樣要提嘅咧就係年齡啊。如果你未來呢幾年咧會踏入29至30歲，或者38至43歲咧，你就要特別留意啦，因為你正正進入一個我哋叫做行星循環嘅重要時期，而啱啱好咧呢一段時間又撞正幾粒行星要轉星座，對你嘅影響咧會特別深嘅。呢條片咧唔係淨係講運程，而係真係幫你理解呢個世界點解會變成咁，而你可以點樣自處。然之後 Patreon 入邊咧，我會深入測每一個星座啦，每一種元素喺呢個新時代入邊實際可以點樣行。嗱，我哋之後嘅 YouTube 片咧會直接由個人角度出發，講唔同星座喺呢個2026年嘅新世代仲容易 kick 嘅位喺邊度。如果你唔想錯過，就 subscribe 我哋啦。